相信今仔日全台湾各地拢出大日头，南部的高温来到33度。气象局讲，一直到这礼拜四拢真好天，也毋过阴早暗较凉冷，日夜温差有10度以上。拜四的下晡有锋面瓦近，天气会较无稳定。拜五东北季风真强，中部以北毋但会落雨，温度嘛明显来落降。到这个周末，锋面已经通过，再加上东北季风减弱，气温就会搁回转来。这3月中，民众都已经穿长底裤，野雨伞都惊扣日头晒着伤，亲像是热天来了。气象局预告，好天气会冻到拜四。未来一周，我们在周四以前，台湾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，是属于比较偏温暖的情况。直到这礼拜四日时，中部以北高温会当到30度。南部到33度，东部地区毛27度。不过长的衫裤是卖急要收起来，因为拜四就要开始变冷了。那到了周五，随着锋面通过，东北季风增强之后，这一天呢，北台湾的天气会比较有所转变，会转为比较就是有雨，然后稍微凉一点的天气。拜五中部以北拢有雨，拜六礼拜东北季风变细，气象局提醒，这几天日间暝温差大，赶快注意，民众早暗出门，嘛是拢爱加读一下鱼啊。Hello， 我是叶明。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时的新闻内容，请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、开启小铃铛。